大家好，我係阿喵。喺聽故事之前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、留言、分享同訂閱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生活分享之醫院生活下集。上一集我就同大家分享過，你哋入房嘅時候點樣同護士講，你哋食啲乜嘢，唔食啲乜嘢，就會有機會可以食雞髀同埋雞翼。當然，你係要食正常餐先至可以啦。如果你係要食軟餐或者要落營部分嘅餐，呢啲就幫唔到你啦。今集我就想講下我平時入醫院所戒備嘅嘢係有啲乜嘢，同大家分享下。另外，我琴晚就睇咗一個 post， 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個 post 咧就係話個婆婆已經係癌症末期，佢落唔到床，佢就唔中意食醫院嘅餐，佢就話無嚟未到。咁佢每一次咧好叻，自己打電話，用電話去撳網上平台叫外賣。依家醫院就好少話探病時間噶啦，已經係縮短晒，係夜晚5點至8點計個數啦吓。咁有啲係晏晝11點至12點咁啦，好短時間嘅啫。咁佢咧嗌完外賣之後咧，因為佢落唔到床，隔籬左右嘅病人咧就話去幫佢去門口攞外賣，跟住大家喺度做掩飾，唔俾護士知道，遮遮掩掩咁樣傳過去俾婆婆食。呢個我覺得有啲奇怪。其實如果你唔係探病時間嘅話，你撳鐘同護士講你要攞嘢食或者攞啲物資去幾個號床嘅病人，護士係會開門俾你。有陣時佢會係幫你攞入去，有陣時佢會俾你自己入去。譬如如果係餵食嘅話咧，佢多數都會俾你去入去裏邊幫啲老人家餵食嘅。好似我婆婆嗰陣時咁樣啦，佢係會俾我舅父入去餵食嘅，1日3餐。我舅父真係好叻，係。所以咧，你哋如果嗌外賣咧，係唔需要鬼鬼祟祟，你哋可以光明正大，任何時間都可以開門去攞。好啦，我就介紹下我入醫院嘅裝備。我就會有呢個走路袋，睇落好似好細，其實咧可以裝個好多嘢㗎呢個。最緊要入醫院要帶乜嘢？眼罩，因為佢咧就會12點先至熄燈嘅，有陣時會過咗12點啊，因為啲護士可能太忙啊，有陣時你唔知佢幾點熄燈㗎。你想瞓覺嘅時候可以戴個眼罩，咁咧可以遮住咗之後咧，你就幾時瞓覺都可以。琴日朝頭早6點就已經開燈噶啦，咁所以你可以，如果你想瞓晏啲，戴個眼罩。仲有另外一樣嘢，最緊要就係呢一樣，睇唔睇到啊？耳塞，好緊要嘅物體。點解咧？因為你唔知道隔離左右床佢需唔需要用儀器，同埋個病人佢會唔會哮喘？有啲老人家係會哮喘啊，會有啲聲啊。有陣時你會嘈到瞓唔着覺嘅時候，你真係要用耳塞。呢一隻耳塞都 OK 噶，唔會耳仔痛噶，幾好用噶。如果你哋覺得插住耳塞都係好嘈嘅話，你哋可以咧戴個 handfree，播住歌，插住耳仔，咁就可以遮到啲嘈雜嘅聲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就會建議你嘅係用有線嘅 handfree，因為如果你仲要用 AirPod 咧，你哋瞓着覺嘅時候左碌右碌嘅時候咧就會跌咗噶啦，所以用有線咧就係最好。同埋插件咧，你哋唔使擔心嘅。因為依家正式嘅床位上面咧，佢哋會有一個 Type-C 嘅插頭啦，同埋一個 USB 嘅插頭俾你插電，你唔需要帶個3腳插頭嘅。跟住咧，你可以準備1-2個暖包，如果唔夠暖嘅時候咧，你可以要嚟用。
你可以其實我上一集講過啦，你可以問護士去攞嗰啲被啊咁樣啦。咁不過我都會介定兩個暖包嘅，可以如果真係凍起上嚟暖下隻手啊咁樣啦。用敷霜啦，唇膏，唇膏其實男老少都要用嘅，因為醫院佢嘅冷氣咧都幾屆好乾燥噶，你哋咧就要用一啲普通嘅潤唇膏啦，好似呢啲咁樣普通嘅唇膏，尤其是如果同啲老人家咧，你每次去探病嘅時候咧，就幫佢搽一搽翻個唇膏，咁佢個嘴唇唔好咁乾咯。每一次其實咧住院嘅人咧個嘴唇係會好乾㗎，你哋一定要將佢擺喺櫃桶，每一次去探病嘅時候幫個病人搽個唇膏，自己住嘅時候都係定時搽翻個潤唇膏啊，知唔知啊？牙刷咧我就會咁樣揀呢個有蓋嘅，係咪一個細嘅牙膏，自己有蓋咁樣衛生啲啦，個落個密實袋咁樣擺。咁另外咧，我就會有個掛鈎嘅，點解咧？我就會有個去廁所嘅時候，我就會有一個細嘅環保袋，我會落濕紙巾。呢隻濕紙巾咧係可以抹 pat pat，可以沖落去廁所，咁你都可以用嚟抹手嘅。咁我就一包濕紙巾咧就萬用噶啦，跟住又係一包普通嘅紙巾，你諗下，你去廁所要攞咁多嘢，咁咪擺落去個環保袋度，因為廁所未必會有勾嘅，你就預備嗰一個勾，你就勾喺個環保袋，掛翻啲嘢落去，咁樣就方便好多。另外上一集我都有講過，沖唔到涼嘅話咧，就係用呢啲抹身，調轉咗添。不過咧，記住咧，冬天咧就唔好用呢一隻啦，因為呢一隻咧係我未買新啊，我仲係呢隻未用完。呢一隻咧抹完之後，成個身咧係好冰涼嘅，咁冬天你哋就唔好用啦。咁打開之後咧，佢一塊咧係好大塊，可以抹晒成身啊，由頭抹到落腳都已經可以噶啦。我仲剩咗咁多支咯。咁上次咧，我就有講過，凍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問護士攞襪，不過咧，我自己都會預備勁一次性嘅襪嘅。有陣時入醫院嘅時候咧，就唔好諗環唔環保噶啦。呢一隻襪咧，其實咧你可以洗一兩次咯，但係之後佢就會歪噶啦，咁啊需要係叫一次性啦。咁我就會改定呢一個，如果凍嘅時候，我就會着呢個襪啦。一次性內褲當然唔少得啦，我會自己預備落垃圾袋。我中意，因為佢有個耳仔，可以自己綁喺個床邊度方便啲。如果我要用幾多就自己用幾多。其實你可以問護士姨姨嗰啲攞嘅，不過我就慣咗自己去界定咯。仲有呢個一次性嘅面巾。佢係純棉嘅，你可以個面巾咁樣用，濕完水之後，你就要抌落垃圾桶，唔好抌落去廁所啊！呢隻沖唔到嘅，你個係面巾咁樣用，呢隻好好用噶。咁我呢一隻咧就係一包有10條嘅，咁我譬如朝頭早刷牙洗面1條，夜晚刷牙洗面1條咁樣，其實都可以用到5日嘅一包，呢一個牌子。另外就有把梳啦，梳下頭啦。呢隻就係廁所板嘅，墊落廁所板嚟用，因為你唔知道究竟廁所乾唔乾淨。我曾經試過一次，個廁所係好污糟，我其他廁所好乾淨嘅，每一次都好乾淨，係淨係試過一次好污糟嘅啫。咁呢個咧，你可以係鋪喺個廁所板度，大小便都可以啦。口罩咧，我就會自備嘅。如果你哋自己唔自備口罩咧，朝頭早姐姐走去派早餐嘅時候，佢都會俾個口罩你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咧，你哋就真係要預備啦，就係膠飲管。
唔好又同我講啲環保撚嘅問題啊！同埋呢啲膠飲管咧係可以彎曲嗰隻嚟嘅，老人家咧係好需要噶。咁有陣時真係我控告係起，我真係試過係控告，我係夾唔到起身嘅，我只可以咁樣彎雞嚟飲水，真係要飲管先至可以咯。有唔同 size 嘅密實袋。你可以蓋你自己嘅嘢啊，或者你係食完啲嘢蛋糕仔啊，有陣時啲人嚟探病，有啲餅乾啊蛋糕俾你食唔晒咧，你可以自己落個密實袋裝翻，咁樣可以環保啲，係乾淨啲。上次有講過啦，密碼鎖細個嘅密碼鎖唔好用鎖匙啊，用鎖匙嘅話你又係要拎住條鎖匙，好麻煩。密碼鎖你就可以去醫院嘅廁所嘅時候，要去檢查嘅時候，你將啲銀包、電話、值錢嘅嘢擺喺個床頭櫃度鎖住佢，咁樣你就方便好多，同埋安心啲啦吓。我琴日都會咧準備一大件風褸嘅，因為有陣時你住院咧係唔知道會係住乜嘢院。唔係，應該話住乜嘢房，因為冇位嘅時候咧，就會要住男女共房。咁有陣時係真係有啲尷尬嘅，啲男嘅會經過，即係其實一間房佢哋係女嘅一班，男嘅一班。不過佢哋去廁所啊或者去走廊嘅時候會經過咯。咁我自己有少少尷尬啦，所以我就會自己帶住件風褸咯。另外，拖鞋呢隻拖鞋好方便，你見佢咁平噶嘛，一塊板，但係其實一勾就已經用得好方便。呢個係醫院拖鞋，我叫做我就會預備佢嘅。咁仲有上次介紹過嘅洗球帽啦，洗球帽咧你就可以去醫院下面嘅賣尿片啊嗰啲地方都會有啦，同埋如果出邊街咧真乜尾咧有得買嘅。另外咧，我有一個好奇怪嘅習慣係乜嘢咧？就係水啦，因為我咧硬係覺得醫院嘅水咧係有陣味嘅，所以我就會自備水。當我自備嘅水冇實，或者係冇朋友啊冇親人嚟幫我去補給嘅時候咧，我曾經係試過嗌外賣平台叫佢幫我買2支戒水都可以嘅。其實可以善用外賣平台噶，你哋一樣咧。我嘅準備嘅嘢咧就係我會準備幾包花茶，獨立包裝嘅。呢啲花茶咧係可以安神好瞓機，喺醫院咧好難會好瞓噶啦，好嘈啊之類咁嘅嘢。咁啊呢啲咧冇藥性嘅，咁所以咧唔使咁悶，淨係飲水咁悶。咁啊落個花茶嚟飲下。仲有呢個嘅酒精噴霧，有啲人話叫戒酒精噴霧，其實你可以唔需要噶。每一張病床嘅床尾咧有好大支咧搓手液噶，同埋啲工作人員佢哋會抹台啊嗰啲抹得好密同埋好乾淨嘅。如果你話係食飯搓手咧，你唔使夾根戒嘅，你已經係可以喺呢個嘅床尾度已經有得撳噶啦，所以你係唔需要戒嘅。好啦，暫時係咁多嘢先啦。仲有，如果你用風筒嘅話，如果你會洗球，可以洗到球，或者你係會用洗球帽，你哋可以戒風筒去吹球。我自己有戒風筒去吹球嘅，咁你就問清楚護士邊一個插頭可以用，跟住嚟吹球啦。好啦，今集我就分享到咁多啦。
如果有啲乜嘢仲想問、想知嘅話，可以 PM 或者留言問我，我都會同大家分享。今集我就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聽我故事嘅朋友，記得俾個 like、留言、分享同訂閱。拜拜。